谢主，第二天，开始想要学了，学了。讲主啊，你互我住伫遮尔水的所在，那世间的天堂共款。迄阵有诶伫我已经修好啊，有诶拄安怎？所以你来看，所有遐个潮水安怎？阮遐阁有云海，叫做云瀑。你有看到云瀑无？有，云瀑。云瀑，迄个云，像瀑布安尼，为山顶安尼慢慢流落来，有够赞的。阁有看残水，收割了残水，将迄个云安尼，映照了，足水的。感谢主。阁有后一张无？下一张，足水的。阁有下一张无？我著行喺铁骑路边。伫遐散步，来回才会当行7点钟，所以迄2个半月，我逐工加7点钟会当祈祷，规气拢拍乒乓，即马咧加7点钟学了，差不多用马半点钟咧学了去，一直学了，转来咧，我用学了来精进，学了要安怎精进？他听下，甲咱三角分享一下，学了要安怎精进？其实你甲我提醒，我头前讲过了，甲咱分享要安怎用学了来精进小台，有阿妹无？用学了精进小台，愈来愈欢喜，而且安怎？佮台了安怎？愈有果效。其实有2项代志，有2项代志帮助我进入这个志愿学了。第一项代志，1992年我去以色列读册，第一期的啦3个月尔，我去大寮者，我去犹太人的。会堂，就是只有信上帝犹太人。去会堂内底，我行入去，我总戆去啦。迄个会堂差不多咱的礼拜堂遐尼宽，为遮到后壁安尼尔。内底差不多25个人咧聚会，敢若乐团差不多要10个人，2支喇叭，小喇叭2支，然后阁有其他的乐手，差不多阁6个。安尼8一个乐团，其他的10几个人拢伫遐咧跳舞。讲我伫东海做圣歌队，我咧吟诗拢足严肃的啊！就开始唱了搁坐落来，结果来到遮，人咧跳舞。阁有乐团足差的，我伫遐戆去差不多2、3分钟了。我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安尼我旧约毋着读毋着伊啊，因为旧约圣经也无教我教这啊，无啊。总是人虽然头壳知影讲我毋对，转来有法度无？无法度呢。我阵来还袂信神充满，所以我读转来了，干那手为遮举到遮，安尼20公分，我举2年啦，为遮举来到遮。无法度，人的头壳真正要改变，真正足恶的，有困难。这是第一个。我知影我读毋对伊啊，总是要安怎改变，我嘛毋知。有一届吴连生牧师叫我讲，来起来，台下顶，叫我甲原住民做伙跳舞啦。人咧敬拜阮牧师伫台下顶跳。你讲这对我有法度无法度？该学呢？我古早点的人，总是迄个吴连生牧师叫着啊，敢有法度？无呢，我着对原住民遐跳，跳，哎哟！我发现突然间有迄个对天顶来开伫我的心上，我感受会到一个开力临到，哇！这第2项，我一个足大的，叫做啥？冲击！我一个足大的，这2件代志造成尾啊，我会当进入这个志愿学了。讲起来，进入志愿学了是该有做的先入去的。因为替人赶鬼的时阵，替人医治释放啦。以前替人医治释放，干那遮祈祷到遮吼，爱祈祷半点钟啦。奉耶稣名出去，我画半点钟啦。我大概画了呢，遮发念过来，规个人拢用要虚脱的。迄天吼足有足的，我话上帝讲，我今仔无爱搁画啦。我听讲以前人长老教会，敢若用吟诗。
鬼就会出去，互我今仔要来试吟诗。我头壳讲安尼想啊，哦，迄天就改做吟诗。啊，咱伊伫头旁的时吟的诗歌，吟什么诗歌？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转成你，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吟安尼。啊，迄天吟的，减5分钟，哎呦，30分钟变25分了。哎，我迄个月，迄个月可能祈祷20个拢安尼祈祷。过半月啊，佮摕出来咧伊伫头旁的时。我要带吟诗唱歌，啊！突然间发现讲，哇！啊，这个拄我头拄带国字尔，啊，请问伊敢会晓一首诗歌？就阮来拜拜连一首嘛袂晓，半首嘛袂晓，啊，要安怎？迄阵你需要头壳变巧，我总介意你对我来，我讲啥你对我讲啥哈，4句尔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还对我来讲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。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多4句，这4句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啊，拢莫插伊，莫插伊什么鬼啦，拢莫插伊。啊，就一直学了，一直学。结果咧，当间甲我讲，鬼听到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讲走到呢，离裤卡去啦，哈利路亚！我听者种爱笑啦，我足爱笑的。所以过来我拢安尼，结果迄天佫减5分钟，所以过我着足认真拢甲用啦。请你佫对我做一人好毋好？你的手放伫你的丹田，好，来，我唱啥你就对我唱啥，讲啥你就对我讲啥，好毋好？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。耶稣转成你，转成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转成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转成你。再来。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啊，为什么？头啊唱歌减5分，我若用讲的减10分，为什么？我甲你考试，这叫熟练的原则。你头蒙伫遮，请问对一个较用力，头前较用力，后壁？你搁来试看卖好毋好？你家己试看卖。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耶稣转成你，转成你。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对一个较丹田较用力，后壁对不对？因为你切断，迄个力一直问出来，一直问出来。啊，你认做了啊，你毋免甲赶，你毋免将焦点放伫鬼啦，伊无值得你放伫遐啦。你要将焦点放伫对耶稣。因为你焦点啊放伫耶稣，鬼若知影你焦点放伫耶稣，害啊，伊就毋知要走去对啊。伊就要走到要离裤开。啊，你若所有的焦点拢放伫个身上，伊演互你看，愈演愈济，出头有够济啦。阮过去祈祷几啊千个，拢一堆出头啦。结果阮安尼祈祷了，迄鬼总无皮条啦。感谢啊，所有的小官对我来，爱就对我祈祷，啥拢袂演。而且我会当间看起，有够紧的，念咪就出去啊。所以祈祷安怎？有够勤恳啦，有阿妹无？请问你敢会当家己赶？会呢，我甲你讲，迄个阿嬷原来忧郁症的，忧郁症啊，伊就走来找我呢。咁我说，我今晚跟你做袂好势啊，我就招一个囡仔。阿芝，你有没有看到灵界？伊讲牧师大概有啦，黑黑白白，我黑黑白白也来，我来叫啦，来叫。阮咧祈祷，阿嬷其实家己看有，你敢知？总伊紧张总袂晓用呢，是毋是？一个囡仔陪伊看，安尼，你讲黑黑白白，黑黑的出去了，我就问讲阿嬷，你有好啊？伊讲好啊，
安尼囡仔会受着造就袂？迄连迄个囡仔嘛受造就啊，有阿妹无？你讲牧师，你较毋看？我看足久，拢看无你，毋是我雕工的，啊，你真正看无啦。所以我出来拢爱带单工，因为我真正看无。啊，总是嘛，因为真正看无，我造就一堆单工。你若互我掠着，我来讲看乌的白，不要紧，你若看乌安尼就好。我就开始祈祷啊，安尼嘛受造就。有阿妹无？结果愈用官柄愈大，愈用愈有气力。哈利路亚！我要甲咱讲，迄是为着个人对毋对？啊，若为着区域咧，你若为着区域，这规个义林区咧，你毋得奉耶稣的名，命令遮所有黑暗拢出去，拢出去，拢出去，干嘛呢？毋是啦，毋免啦，免啦。为着迄个土地认罪悔改来讲，上帝啊！你的权柄赢过这一切，耶稣你已经对世界你坐在三层天啊！耶稣，我欢迎你来，我学了你，我应跟你，这黑暗拢要四散，一直学了，一直学了，焦点唔敢讲放伫遐，焦点要放伫对耶稣基督得胜，搁再得胜。好，安尼黑暗就安怎走甲喷天去啊？有阿妹无？阿门。来，咱等下看讲义，咱等下看讲义。所以，当你至关学的时，你就是大大学了主、阳光主，你将上帝当作王的学了。所以诗篇99篇第1节来。耶和华做王，列邦摇摇拽，伊坐伫基路宾，地着摇动，地拢会震动。所以你学了干怎？地会震动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将你家己所有的民主拢放下。学了上帝，啊！我即马，我若咧学了，当然会吵着人。坐火车会使学了袂？会啊！啊！我坐伫火车顶也无人啊，对毋对？袂要紧啦。总是对人会影响人，我就坐咧，一直学了。啊，目睭开开嘛学了，一直学了啊！安尼上帝要甲你临在足紧的。所以，咱讲你起做这段要到位。我什么时阵才知影到位？就是上帝做你的王，你愿意将你的命交出来，你愿意焦点，毋是放伫你的困难，毋是放伫你的物质，毋是放伫你的需要，毋是放伫你的软件，你规个焦点拢转向上帝，安尼叫做到位。所以，我的到位就是我遮拢做啊，我愿意一直学了，一直学了，然后就一直信心充满，一直信心充满，我就一直学了，一直学了，我发现代志就容易解决。有阿门无？阿门。咱来读诗篇99篇第6节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，伫求叫伊的名的人的中间有撒母耳。因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听因的祈求。所以第一节讲我学了耶和华，学了甲伊做王，然后无论摩西，无论亚伦，无论好胜牧师，无论原道的牧师，无论育婴的牧师，你若学了上帝甲做王啊，你的需要上帝拢安怎？甲你应允。有阿门无？阿门。然后咱倒来解说。伫主耶稣基督教咱的主的祈祷文内底讲，愿你的名做圣，对毋对？愿你的名做圣，会使牧师安怎甲你讲？就是守伊的真理，守伊的约，叫做尊上帝的名做圣。第二，你关高举上帝，你就是至关学了上帝，你就是尊伊的名做圣。这是无论希伯来文的字典希腊文的字典内底所记载。咱来读马太第6章第6章第9节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，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愿你的名圣，所以你学了上帝大通惊的名。诗篇99篇第3节讲，恁着学了伊大通惊遐的名，伊本正做圣。伊本正做圣，伊遐尔啊悬，天顶第一，伊做王，所以你学了伊的名，伊肯定有阿门无？
所以你若学到上帝做用，讲主啊，你天顶第一，你拢是万王的王，你拢是万主的主，你头壳中咧想讲，迄个，阮囝搁咧发烧，迄要安怎？请问，安尼，敢是咧志愿学了？毋是，你迄头我就祈祷过来，讲上帝，我将我的囝有望交托伫你的手。我知影，我甲你立约，你替我负责到底，所以我学了你的名，我荣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有阿免无？歹势，我甲你共款，我开始咧操练时拢会，我嘛咧烦恼讲，迄要安怎？洪泰要安怎？一个祈祷要去弄中央山脉，一个祈祷去太平洋，一个去北边去，一个为南边去，为巴士海峡去，无你要去上帝听对一个啦。袂啊！我咧甲我的同工讲，卖啊啦，卖个做上帝的指导教授啊啦，对不对？上帝比你较巧无？有啦，所以你着为即块土地、即块岛屿认罪悔改。上帝，我知影安怎做，你对台湾上好。感谢主、俄罗主、荣光主，因为你是气象的主。你是台湾的主，你是规个东南亚世界的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，你赢过风台，这些拢是你管理。我感谢你的名，我学了你的名，荣光你的名。结果，阮同工会当看到医生，讲阮当阮安尼学了时，伊看到迄个风台，就一直走一直去。请问，普通时啊，敢会安尼1秒钟风台就一直走一直去？袂啦。总是伫异象内底，上帝启示讲，迄个风台会离开台湾，有阿免无？阿免。这就是讲，当你高举上帝，伊应该看得咱学了，应该看得咱敬拜，你照安尼做，上帝就要实行伊的新约基础伫咱的中间。第二样，爱伫伊的骹前拍拜。诗篇99篇第50来。恁着尊重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伫伊的脚踏伊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希伯来书第10章12、13节。独独基督献一摆就永远有效的祭，然后坐伫上帝的正面，伫遐通听候上帝，互伊会对得做伊的脚踏。所以，当你荣光上帝的名、高举伊的名时，上帝做一件奇妙的事，互伊的对得伫对，伫耶稣的骹底做伊的啥？做伊的骹踏椅。哇！表示耶稣基督的德性。耶稣基督的德性，你有德性无？我当然我嘛德性，感谢主。所以。当你一直咧高举上帝，伊拍拜的时阵，上帝就做奇妙的事。咱来看拍拜之字，拍拜之字，拍拜之字，希伯来文你有看到？伫遮有2字，第一字我们母，第二字沙哈，沙哈。对我来读沙哈，强喉音哈。沙哈，当你关高举上帝，我们母，恁着高举上帝的名，恁着尊重上帝的名，是至关学了上帝。你变怎做？大学了，然后咧敬畏的伊的名，你愿意拍拜？即摆你有法度拍拜无？较学。因为涂骹阿早，请问世界对一个宗教一定爱拍拜？伊斯兰教，伊即摆犹原拢爱拍拜，拢爱拍拜。犹太人嘛会哦，犹太人嘛会，有诶叫做超级敬虔的犹太人，叫 Super Orthodox 超级正统的犹太人嘛会哦。我咧坐回年记得看因透早起来在咧北啊。北安尼，就开始伫因到即摆枵安尼哦。你伫恁兜敢会使拍拜？啥物时阵会当拍拜？你恁兜的面床顶就会当拍拜啊，对毋对？拍拜，拍拜毋是跪哦，啥物叫拍拜？
五体投地，叫做啥？拍败。所以将你本身人更加上帝上低，上帝第啥？上悬。圣经阁有一字叫屈身、屈身。屈身是啥物意思？我将我家己丢甲上细，上帝安怎？上大，有阿妹无？所以犹太人是一个足现实的民族。伊现实是安怎？我要用动作来做。所以犹太人讲话Havelu Shalom Aleichem Havelu 是我带 Shalom 互恁，同时放伫第一位。咱台湾人讲你好吗？上放伫第一位，主事放伫第一位。犹太人是同事放伫第一位，所以伊的文化就是我一定动作来甲我的所读的圣经彼此合做一体。有阿免吗？这叫做啥？圣经的精神，希伯来圣经希伯来的根源，就是你愿意照圣经的精神安尼来活。所以，咱过来看迄个图像，玉里的相片。这2年半，这2个月半，我做的。伫5月到7月底，我若看到这，我就开始学了。因为早前我到一个同工做伙祈祷时，迄个同工70岁，伊的灵受上帝提到天堂，定去。所以我尾也要分辨啊，我甲伊一礼拜至少做伙除了早祷会以外，我至少甲伊陪祈祷1摆。祈祷大概拢1点钟，我看伊安尼足享受的，他停下等伊起来，目睭铁开。我讲婚姻长了，你搁去到天堂吗？伊讲晓，伊搁去啊，足赞的。伊甲我讲伊看到迄个规个拢是拿宝石。你敢看规个一望无际拢是拿宝石？你一定毋捌对不对？世间也无迄种所在啊，规个拢是拿宝石。伊讲上帝的宝座伫伊头前，总是安怎看都看无法度，拢看到上帝对。连骹头都看袂到，拢看到上帝的小腿尔。好咧，加在看到遐尔，若看到规个人呢，性命有危险。圣经讲，你若看到上帝，因为人无够圣洁，会受安怎？受迄个电还是闪光闪视？加在伊无看，伊安怎？伊若讲有看到，我就无相信伊真正看到上帝。就因为看袂到，甲圣经记载。一直，伊讲伊安怎看都看袂到，总是伫遐伊感觉安怎非常的，规个人总服落来。伊愿意伫上帝面前拍败，伊感觉伫遐享受足大甲上帝合作一的感觉。哎哟伊过往已经14年啊！我伫遐里看到遐水的所在，我总想着讲我要用这个。伊看到的异象，过来学了上帝，所以我就想象我目睭金金，看到遐尼水的风景，我讲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的玻璃海，伫启示录这叫做玻璃海。我愿意来到你的玻璃海，我伫遮拍败，我伫遮敬拜你，我愿意将我的性命主权献予你，将我生活的主权献予你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我拍败伫你的面，一直学了。哈利路亚！上帝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规个台湾你是王，规个全世界5大，就你拢是王，你拢是主，一直学了。结果真紧，为3分钟圣神充满，尾3秒钟就当圣神充满。有阿免无？你等下要甲试看卖无？你着爱试，你才会当知啊。所以伫遐学了，我想象我咧跪拜。所以一面行，一面学了；一面行，一面跪拜。因为上帝是看得你的学了的。有阿免无？阿免。他听下咱就来操练好唔好？第二，上帝是圣的，所以你要遵守伊的法度。原理的名圣，第二个含义就是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你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民数记20章12节。
耶和华就对摩西甲阿伦讲：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敬我做神，所以恁袂当带遮的会众入去我所赐互因的地。上帝交代摩西讲安怎？无水的神，你用你的棍仔，你用你的棍仔，第一届叫做降石头，搬石就出水，对不对？第二摆伊安怎吩咐？伊安怎命令？你用吩咐的，用嘴讲就好，莫去讲啊。结果摩西安怎？迄阵脾气来，伊就开始念。你诶人讲，我得爱为着恁负责交代，你到这遐背约，讲两个。上帝讲安怎？歹势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竟然无听，安尼你袂当入迦南地。所以你无尊我的名做成，什么意思？你无照我吩咐的去做，安尼你袂当入。哦，安尼有介严无？安尼介严呢？所以咱军队上帝的人，你爱细字。话袂使黑白讲，物件凊彩食，简单食，食了丰富拢会使。总是迄支喙歹势，迄支喙绝对袂使安怎黑白讲。这足要紧，这足要紧。咱做来读利未记22章31节、32节来。所以恁着守我遮的诫命来行，我是耶和华。你毋通亵渎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伫以色列人的中间。捌受尊敬来做神，我是互恁正圣的耶和华。所以我要受尊做圣，就是啥？恁若遵探我的命令，我就受尊做圣。有阿妹无？所以咱看去，至关的上帝伊伫云中，伫迄个西奈山，伊对以色列人讲话相顺的律法，我就愿意遵守伊的律例法度，表示。上帝若互人约束，人就爱守约。所以上帝互人一个标准，咱要求上帝来回答。伫后壁圣经讲，上帝要应允有两种的情形。第一，上帝是愿意赦免以色列人的上帝，意思就讲安怎？以色列人愿意认罪悔改，你若愿意认罪悔改，上帝就要甲你赦免。所以以色列人愿意认罪悔改，即摆我嘛愿意认罪悔改，上帝要甲你赦免无？上帝要甲咱赦免。总是第二款表示，如果咱若毋肯认罪悔改，上帝伊会照伊的公义。你有圣经无照啊？你圣经对我甲压起来。上帝要照伊的公义，伫对一本圣经。咱以前拢讲公义叫做社会公义。毋对，公义是你甲上帝立约的律法，就是这本圣经。上帝用这本圣经甲你立约，这里叫做公义。社会公义是上帝甲你立约的，可能1/4、5/7尔，所以毋通贪着的，毋通贪着的。所以上帝会照这本圣经甲你审判，伊袂黑白甲你审判。所以上帝是刑罚以色列人恶行的上帝。恶行，你若无守伊的律法，迄叫做恶行。所以遵上帝的名做圣，你就是遵守伊的律法，遵守伊的法度。有阿免吗？阿免。感谢主，学了主。咱即马上随来做后，这段咱先来做。你要哪只管学了上帝？我请你目睭闭起，放轻松。一直来感谢耶稣，耶稣我感谢你，耶稣我学了你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简单2-3句就好，好唔好？3分钟，亲爱的天父，阮很久默默感谢阮妈，我默默学了感谢你的名，我学了你的名，我荣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天顶地拢是拢创造，感谢你，学了你，荣光你，高举你，哈利路亚！开声，做位开声，声甲讲，声甲祈祷出来，感谢主，学了主，荣光主，学了主。
你是万王的王，你是万主的主，荣光你的名，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无人会当甲你比拼，无人会当赢过你。天顶地，独独你是至高独独你是至尊，独独你是至大。感谢你，了你，荣光你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了主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天父，阮了你，天父，阮高举你，高举拢归你，荣光拢归你，五大洲拢是你掌管，中国是你掌管，以色列是你掌管，美国是你掌管，台湾嘛是你掌管。感谢主，了主，荣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耶稣，耶稣，了你，耶稣高举你，耶稣我感谢你，耶稣我荣光你，感谢耶稣，了耶稣，我为着日灵光来学了你，阮为着得当来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名无数，学了你的名无数，感谢主，阮为着阮所住的台湾来学了你，阮为着阮所住的台湾来高举你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，荣光耶稣，我要徛伫得当来学了你，我要徛伫日灵来学了你，我要徛伫台湾来学了你，我要徛伫这个世间来高举你，哈利路亚，万王的王，哈利路亚。万主的主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乐，感谢主，了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的名无数，哈利路亚，了你的名无数，感谢你，了你。天父，阮献上感恩，献上乐，听我的感谢，听我的乐，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要问你，你头安尼乐？你有领受圣神充满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如果无事，我开知影我安怎才圣神充满？请你这借我5支镜头借我。上帝一灵来拜访你，一定对我来讲，视、听、嗅、味、触。安尼无事，我较需要你教。视、听、嗅、味、触，你免教我，嘛拢会晓。我只有简单甲你讲，视就是啥？看异象。头下人，你安尼学了时看到异象的吗？听，就是你头安尼学了时，你会听见上帝甲你讲话的意念吗？也是有圣经在谱出来吗？有无？视、听、嗅，你头安尼学了，你有闻到香味的吗？还是闻到臭味？若闻到臭味，就是。可能有邪灵，我毋是讲迄个所在有迄个阿早的物件有晒伫遐臭臭，毋是，是无遐物件你有缘闻会到，迄叫灵界的臭味。喂，就是你的耳朵时，你的喙会有迄个甜味会走出来，有吗？敢有人安尼？无咱听咱搁操练一摆哦。调工我头前短短啊，哈，触是啥？有触觉。你头安尼学了时，你会感觉手会震动，还是有电流的吗？有热流的吗？有烧烧的吗？有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好好，你是电流啊，烧烧，烧烧，烧烧有可能，你迄个所在可能敢有病痛吗？无吼，安尼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有当烧烧的表示迄个所在有病痛，咱搁开始啊，好毋好？所以我就爱甲你分享啊，这是实际你会当继续做落去啊，好不好？咱过来3分钟，好不好？音乐谢谢你，你足好诶，你有替阮放音乐，咱过来学了感谢耶稣，一直感谢，重点拢焦点放伫耶稣，耶稣啊，献上我爱感恩，耶稣啊，献上我爱学了感谢主，了主，你是万能的，你是万主的主，欢迎跟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，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啊，荣光归你，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啊，高举拢归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荣光你，天父，我感
谢你，主耶稣，我学了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学了耶稣，主啊，我献上满满的感恩，主啊，我献上满满的学了，感谢你的名无数，学了你的名无数，你赢过我的两者，是啊，主啊，你赢过二林区，阮的担当，阮的困境，阮的困涩，耶稣，感谢你，耶稣，我学了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我的爸，感谢我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名无数，学了你的名无数，阿爸，你为天顶遐尼愿意照阮，你遐尼在意阮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才兴起你的勇士，因为你是万能的，你是万主的主，你无真的事，感谢你学了你的名，荣光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荣光耶稣，主耶稣，感谢你学了你，主啊，我荣光你，主啊，我高举你，高举你的名，荣光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学了你，感谢耶稣，学了耶稣。耶稣，我荣光你，耶稣，我高举你，感谢你，学了你的名，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荣光主，主啊，感谢你无数，我主啊，荣光你无数，主啊，高举你无数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学了你，万能的万主的主，独独你看着我学了，万能的万主的主，独独你看着我敬拜，感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学了耶稣，哈利路亚，高举耶稣，耶稣献上满满的感恩，耶稣献上满满的学了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学了你名，学了你，荣光你，荣光归于你，高举拢归于你，感谢天父，天父，耶稣，感谢你，耶稣，你要伫遮兴起你的勇士，耶稣，你要伫遮兴起你的罗布，感谢主，学了主，伫遮要充满学了伫二林充满学了，伫德堂要充满学了，学了搁再学了，歌舞再歌舞，你要伫遮做主，你要伫遮做王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学了，感谢你的名，我学了你的名，感谢你学了你，你是看伫我学了的主，你是看伫我敬拜的主，感谢主，学了主。今摆用你的意念，嘴无搁念，用你的头壳一直来学了1分钟，用你的头壳来学了1分钟。天父，阮献上满满的感恩；耶稣，阮献上满满的学了圣神，阮高举你的名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要甲你请问，你头有视觉的回应的无？有无？视，你有看见异象的无？看见图画的无？有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一个，有无？两个。好。有听见上帝的意念的无？听到意念，
也是话语的无？有无？我有。上帝讲，这个土地是我的负责，因为我咧祝福得当儿女。第三，小，你有闻到香味的无？毋是碰香水哦，有闻到无？无。有味觉无？敢有？你有触觉无？会发你的手也是较会热，有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哦，较济啊。有电流的无？安尼麻麻，有无？有诶，请举手。好，有一个好。啊，其实这一直操练，开始可能无，因为可能真正你会紧张，啊，你若转去厝安怎？较放松的，无人伫边啊，你着安怎？你着较自由。我有一个长老，女的，过去阮咧操练方言，安怎操练伊都无。有一天伊咧洗喙，结果咧，总变出方言。洗喙变出方言安怎？会喷出来，对不对？总是上帝咧拣迄个方法，伊咧洗喙的时上放松，啊，总变出来。感谢主，哈！好，咱搁继续上来哦。后壁段，耶稣基督作用，然后我们要教你要安怎精进。咱有一小段要教你安怎精进。以赛亚24章23节来。迄时月会见效，日会落开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会伫锡安山，伫耶路撒冷做王，伫伊的长老的面前会有荣光。所以当上帝作用的时阵，怎啦？日月无光，咱有听过布袋戏咧讲无？强强棍的时，日月无光。嘿，真正上帝作用的时，真正是日月无光啊！有阿妹无？阿妹。过来，马上就跳过25章的第一节，23节甲第一章25章的第一节连做伙，咱来读来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高，我要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用忠信、诚实加奇妙的代志，就是你对古早就拟定的。所以耶和华，我要尊你的名最大，尊重你的名第啥？至高而乐上帝，我们对我来读，我们就是至高而乐上帝，甲哈利路亚无共款，无共字。哈利路亚是普通的而乐，总是我们是啥？一直而乐，一直而乐，而乐干怎？将所有的代志拢袂记一哩啊！你着只有焦点放伫耶稣基督。当你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用阮3种的祝福。咱来看第一种。伊要将迄个黄里的面的皮啊，拢去掉，拢除灭。迄个皮啊，蒙面的皮啊，希伯来人读做 halot，就是你若看厝里内有死人的人，你去遐就充满悲哀，因为人咧咧受伤，遐有介济目屎。遐有介绍啼哭，迄个上帝要甲你除去，总是迄个是啥？咱来读第7节、第8节。可伫遮个山，伊会除去逐万民的皮，搁掠砍万国的布片。伊有吞灭死亡到永远，至高上帝会撤去伫群众面前的目屎。佮对普天的除去伊的子民的见笑，因为这是上帝讲的。所以迄个皮啊，上帝咧甲你除掉，咁恁兜的皮啊尔？毋是咧，对皮啊，万民万国，所以是全世界。安尼甲主耶稣教咱的主的祈祷文有一致无？一致啊！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啊，对毋对？全地拢是你的啊！所以基督徒的使命是进入迄个祭司的国度，你要记得到迄个死亡。无去，目屎切掉，见效咧，无去，就是。所以伫咱台湾，咱有足济几十年的见效啊，咱的国家受压制啊，无啊你透也透袂开啊，免怎？咱的祈祷啊，咱一直学了啊，讲上帝啊，
我甲你立约啊！2016年10月15日，规个台湾22个县市拢甲你立约啊！你是守约的主，我学了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你赢过世间所有的政权，你赢过世间所有的政治，你赢过世间人所有的心思意念，万国的计划，你拢赢过。耶稣基督，你得胜，你会当安尼祈祷啊？迄叫做用至权而乐，在做啥？在做征战。你捌安尼祈祷无？可能有嘛，可能无。总是，这就是用至权而乐来做征战。即马伫末世中的末世，上好的征战的手段，就是你认罪悔改了，你就开始学了上帝，高举上帝。有阿妹无？万国的死亡、目屎、见笑，拢要除灭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第二，上帝应允是啥？伊要为你白色颜色，什么款的颜色？以赛亚25章第6节来。伫遮个山，万军的上帝会为着万民用好米白色颜色，用旧酒甲骨髓满满的好米，以及侪清的旧酒白色颜色。颜色讲几摆？2摆。这个颜色是什么款的颜色？肉互你食袂了，牛排、鱼排、猪排、鹿仔排，规个拢是遐尔油腻。古早时代，我会记我细汉5、6岁啊，也是读国小了，我定咧听油字，对阮阿嬷去做礼拜，我就感觉足侪肉汤手咧辣，油，肥出出。古早时代安尼表示啥？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。上帝要互你的一生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上帝要互咱所住的国家非常非常的丰富，而且佫有酒，迄个酒代表欢喜快乐，讲2摆。表示安怎？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，所以你得要安怎宣告？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认罪了。讲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要互台湾这个国家充满你对天顶来丰丰富富，人的生命要充满上帝的阳光，人的家庭关系拢要充满上帝的稳定甲祝福。规个国家。要充满欢欢喜喜，迄个礼物来礼物去，迄个怨来个怨去，怨天怨地，迄拢要散开，迄个见笑拢要无去。你会当安尼学了无？会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袂使？会啊！感谢主，学了主，耶稣得胜，我就得胜。第三，上帝的手，伊的能力要显明。咱做来读即句，足要紧的。第9节、第10节来。到迄日，人会讲：你看，伊是阮的上帝，阮平时听候伊，伊要拯救阮。这是耶和华，阮平时听候伊，阮要因为伊的救恩来欢喜快乐。耶和华的手捌看伫即个山，摩押的人伫伊所住的地会受吞踏，亲像干草受吞踏，伫粪扫池的水内。你有感觉介奇怪无？因伫地咧学了上帝，因伫地咧学了上帝，伫锡安山伫对亚罗撒冷啊，伫亚罗撒冷咧学了上帝，上帝伫倒咧吞踏，伫摩押呢，哎哟，好康的来啊！我伫德堂教会咧学了上帝出手，派伊到倒位，派伊到苗栗。有遐远哦，这到苗栗要几公里？80有无？所以你若个愈大的学了咧，上帝，咱伫台湾咧祈祷，上帝会出手拍到位对日本、中国、阿富汗、亚罗撒冷，有阿妹无？阿门。所以表示我敢若伫我原来所在的学了阳光上帝，迄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，伊就有法度跨国来进行伊的计划，伊就会当出手。有阿妹无？请问你敢爱战争？即马战略一工拢爱几亿？几百亿、几千亿的，挣一工就要几百亿、几千亿的，互你挣1个月，鬼也走去啊啦！
所以即马现代战争咧战啥？在战武器啦，武器需要啥？钱。哦，所以咱来做一款的战争是啥物的战争？恶乐，一直恶乐上帝。当你要恶乐上帝，你嘛要先认罪悔改哈。若无认罪悔改，人袂见到上帝。那安尼，你要安怎做？咱来看关键。关键伫对，我听候伊，我素来听候伊。哎呦，牧师啊，甲以赛亚40章迄个啥？我要听候耶和华，像是鹰鸟踢翅飞悬，有共款的意思无？无呢，遐是啥？啊，你的手搁借我好毋好？遐是啥？遐是蛇啊，甲伊上帝加做伙，你的性命甲上帝加做伙，你侬我侬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遮是啥？伊更像毋是加做伙呢？我素来啥？我足较无要伊做我的王，所以希伯来文的字典内底才写靠我的 look eagerly to，look eagerly to， 我一直较无非常的较无上帝做我国家的王，上帝做我的王。当你有这个较无时，上帝就愿意。有阿免无？当上帝愿意做你的王的时，你的对敌正做上帝的对敌。有阿免无？所以有当下你受冤屈，讲也讲袂清楚，要安怎？来祈祷，祈祷。以前我捌伫玉里教会，我一个长老，因为一直念阮的父母，我讲卖啊啦，卖搁念啊。阮昨天啊，咱做伙来压头祈祷。我听到伊啊，才哭一下，人无去啊，走去啊，3个月安怎叫都无效。我讲长老好平安，拢毋插我，做伙惊伊的，入去做礼拜。总是3个月后，有一天，阮的祈祷会，伊坐伫我的边啊，阮两个分共一组。伊开出来讲：“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甲牧师冤着。”伊以后莫受气，伊若要讲话讲牧师啊，我的善冤呢，我毋针对伊哦，我对事无对人哦。这个老丁那种讲说我足好的朋友，有阿免无？我嘛毋知，迄长辈咱也袂当甲受气啊。总是伫这个过程，我学习着安怎？你无法度讲，你也无法度处理，就无改变啊，要安怎？我就一直学了，我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认罪，毋敢若认伊的罪，认我的罪。尾啊，佮开始耶稣讲安你的对敌，你安怎祝福伊？真学。要祝福对敌足恶的，总是伫即件事我学着，伫尾啊1个月我才会晓祝福，开始祝福1个月了，上帝就互阮两个人和好。所以你若毋望上帝伫你的性命最王，你足较无的，上帝就会出手。台湾需要耶稣基督来做王无？需要啦！咱拄着的困境是全世界介少国家拄着的困境啊！即种的。见效几十年啊，无法度讲啊！安怎讲都讲袂得。总是咱会当请上出手，请上帝出手。有阿免无？有几个顿你要做看卖？你要做看卖，请举手。咱邀请上帝出手。阿免无？阿免，感谢主。咱就安尼来做。我想愈来愈侪人做，累积愈来愈侪亏啦。上帝真正替咱出手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以赛亚40章甲以赛亚25章的口啊，共一字有共款的解释无？无共款的解释哦。第一类叫啥？甲上帝你侬我侬连做伙，加做伙。第二是啥？以赛亚25章这是安怎？我一直较无上帝做我的王。上落尾，咱来看，你变哪好？耶稣基督伫你的性命做主作。第一，你逐工拢爱献供物数字，还会记这数字变哪读无？遐写伫遐，明对我来读，明
你献予王的礼物，你表达对王的幸福甲尽忠。第二，你要献啥？乳香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来服侍主。再来，你要献入约的盐，你要献入约的盐啊。上落尾，就是你一直爱高举上帝，有阿门吗？阿门。咱即摆随来做好唔好？用至关而乐来征战，要安怎征战？先认罪。你若要替你的对敌祈祷，你就讲主啊，我两个冤着吼，我嘛我唔对啦。所以你伫诗篇读诗篇，你敢唔读着？大笔的诗篇足歪，你敢知？大笔讲上帝啊，迄个人吼，欺负我遐忝，欺负我甲忝，你着安怎？你着要幸福，你着要抬，你着要北，总是尾安怎讲？主啊，你看我敢唔得罪你？我敢唔得罪人？如果若有，拜托你救出我的啥罪过？尾啊，学到上帝，你敢看视频？你有学到这点无？所以你嘛会当安怎？主啊，我甲人磨着，总到即马拢未改变，要安怎？主啊，我若唔对，拜托你甲我讲，我一定改。我若改袂掉，拜托为着你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你改，你若甲我改，我拢肯。拜托，你甲我改，然后为着对方来认罪悔改。以后唔对，迄个喙够安鸟有够赖啦！我已经迄个撩鬼啊倒去啊！主啊，怜悯，互伊喙愈来愈甜，喙讲话安怎会将伤痕补起来？有阿妹无？你开始甲认罪悔改，搁甲兼祝福。国家敢会当做安尼做？会啊！我即马为着欧洲、美国祈祷拢会啊！主啊，这拢原来甲你入约的国家，对毋对？即马咧，将你的话放伫路边啊，放伫粪扫桶啊，敢毋咧收容？无啊！所以我祈祷讲上帝啊，美国、欧洲这原来甲你结盟的国家、入约的国家，一个，互伊倒转这个约，互伊倒转甲你入约的这本圣经，有阿门吗？若拜五上要安怎？惹动上帝的手，去做你赦免，你愿意替伊担起来，赦免阮的罪，因为做这事安怎？要甲担起来啊！所以担起来这字，我来演一个，互你看。希伯来文叫做拿沙，歹势拿撒，对我来读拿撒，这是罪。大这事爱做啥？甲刻起来，这个动作叫做拿撒，放伫肩胛头，这嘛叫做拿撒，刻来对施温补助。咱才有一个小朋友已经会晓读希伯来文啦，伊的名叫做拿撒。阮遐有一个叫做阿嬷子，我咧读阿嬷子。迄台湾族的读了有够准的，对打了伊的绰号叫做阿嬷子，这个叫做拿撒，会晓担罪，哈利路亚！所以将罪交伫施温宝座，然后求耶稣叫你伫死味架顶所留的宝血，就甲遮砍的了，上帝对天顶看落来，哎哟！迄个罪拢互耶稣基督的宝血拢砍掉啊！所以上帝是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恩是无罪的，所以上帝的洗掉，然后降临伫这个施恩宝座，这就是大祭司所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需要做啥？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你的教会，你需要，你若看到对唔好。歹势，先莫骂啦，好唔好？咱台湾人看到歹空的拢安怎？开始就骂落啊，骂甲呢，即马网络啊骂，电视啊骂甲全世界拢知，起起来，拿啥来放伫施恩宝座？耶稣基督求你的宝血，互台湾这个骂啦，日本伊烧拍啦，拍甲全世界拢知啊，宝血加看。
欢迎你降临，你来介入我的国家，安尼会使无？会啊，你会当安尼祈祷啊，你会当安尼祈祷啊。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咱要有几分钟？10分钟吗？要有10分钟吼，咱来学习好唔好？第一，为着你有够人活着，你就为人做悔改，然后替祝福，然后宣告讲上帝啊，你赢过人的软正，啊当然嘛赢过我家己的软正啦，有画面无？啊，你若计时间，咱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，有画面无？为着咱的厝边来祈祷，咱开车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哈利路亚，俄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讲白上帝，主啊，阮将阮的厝边带来到你的救恩宝座前，求耶稣基督，你用你的保护，你用你的保护，来洁净，你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，感谢主。
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你已经对阴间死亡，你来救我，感谢你，你应跟你是万能的哦，你是万主的主，你赢过阮人的性命，主啊，你也嘛赢过困伊的性命，你赢过人的伤害，你嘛赢过伊的伤害。耶稣基督，求你最奇妙的讲，你清理的性命内底有迄个新的人的性命，迄个一个我的性命，迄个得胜的性命，活伫的性命内底，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女，爸爸上帝，你赢过人世间的人文主义，你赢过人高举家己迄个骄傲狂傲，主你得胜。我唔得得胜，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得胜阴间甲死亡，你赢过人的财物，你赢过人的自高，主你赢过人的独裁，你赢过人一切的本性的罪恶，耶稣基督你拢已经得胜，感谢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基督你是万能的哦，耶稣基督你是万主的主，你赢过人的失败，你赢过拜偶像的罪，你赢过人自高的罪，耶稣我学了你的名，耶稣我高举你的名，你拢已经得胜，你拢已经得胜，感谢主，了主，你是万能的哦，你是万主的主，应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了耶稣，耶稣独独你看伫我儿女，耶稣独独你看伫我敬拜，乐拢归于你，应光拢归于你，你是万能的哦，你是万主的主，感谢你的名，我乐你的名，主啊，你赢过所有的历史。活伫你的下面，你赢过所有的时间，你赢过所有的空间，你赢过所有的政权，所有的万邦万王，拢要伫你的面前拍败，独独你看伫我儿女，独独你看伫我高举，独独你看伫我敬拜，感谢你的名，你的名，耶稣你得胜。阮的得胜，耶稣的得胜，台湾的得胜，耶稣的得胜，美国的得胜，欧洲的得胜，中国的得胜，你用台湾画出台湾的名定，画出你的计划；你用中国画出你的名定；你用美国、欧洲画出你的名定；你用大洋洲、非洲画出你的名定。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女，感谢主，儿女主，独独你看伫我儿女，独独你看伫我敬拜，感谢你，儿女你的名。应光你的名，耶稣基督，你已经坐伫三站天的顶面，你已经对阴间死亡搁活上天，一站天、二站天，你拢已经得胜啊！所有二站天的罪过罪孽，你已经得胜，自然界你也得胜，你悬悬坐进三站天，耶稣基督，你讲阮甲你同坐伫三站天，感谢你的名，我学了你的名，我应光你的名，我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！独独你看伫我学了，独独你看伫我敬拜，独独你看伫我高举。献上满满的感恩，献上满满的儿女，听我的感谢儿女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。头安尼祈祷时，你该认真的祈祷哦。也是你伫祈祷的中间，你阁有法度去感受到上帝甲你同在，有吗？你头后有死，你会看到异常的灵界是，你真正目睭金金就看会到，有吗？有诶，请举手，有无？死，有诶，请举手。听，你会听起上帝的意念，圣经有无？嗅、味、触，敢有触觉？有触觉吗？我有触觉。所以这个操练，一面这个认真祈祷的时，一面你阁会当领受上帝的启示。这个长时间操练，有阿妹无？下面好，伫遮请问有啥物问题你要问吗？有吗？想看觅1分钟，若无我时间就要到，无事啊。无特别，好，多谢。
安尼表示恁拢好学生。啊，咱时间啊，交等互黄牧师。感谢主，互咱。